我而家做嘅嘢就係我喺一間中資嘅資產管理公司，咁就係睇歐洲同美國最主要嘅股票，咁研究啲上市公司嘅股票。咁基本上每一間公司咧，其實佢都要錢去 run 啦。咁佢哋可以有借錢，即係一係就問銀行借錢，咁就係債券嗰邊。咁啊，另外一邊咧就係佢哋會發行股票。我平時做嘅嘢就係要去睇下唔同嘅新聞，base on嗰啲新聞同埋唔同嘅行業數據去做分析，去揀究竟邊一啲公司或者邊一啲行業係嚟緊3至5年係會比較好。本身要係有好奇心去，即係去學唔同呢個世界究竟發生緊咩事，係咪？你亦都要對新聞，即係你每日都要睇新聞，因為你基本上係要 base on 唔同嘅新聞去揾嚟緊呢個世界嘅 trend， 究竟佢向緊咩方向去發展咯。咁而基本上你就喺中間去 keep 住去學一啲唔同嘅 knowledge。譬如我呢份工，因為我係睇歐洲同美國啦，咁其實個時差又唔同，即係譬如美國而家同香港係爭13個鐘嘅，咁歐洲爭大過7個鐘啦。咁所以基本上就算香港過咗9點至6點，即係去到夜晚6點之後，其實我夜晚都會繼續要睇咯，因為世界唔會因為你工時，即係或者你休息嘅時候就停頓，所以你就基本上要好 discipline。喺英華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涉獵啦。小學嘅時候我已經係拉小提琴啦、踢足球啦。咁我除咗踢英華足球隊之外，其實我本身有踢出邊球會。高中嘅時候做學生會，多涉獵咧，令到我發現即係我好中意向唔同我唔識嘅嘢去鑽研咯，跟住去研究，跟住睇下究竟中間可唔可以有一啲融會貫通嘅一啲嘢可以貫通咗出嚟。咁所以對我而家，因為其實如果你做research analyst 咧，其實你 long term 你就希望做一個基金經理。咁我就覺得係呢個涉獵，即係多元化嘅涉獵，令到我之後開始想行呢個career 嘅方向。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就係因為頭先話我哋其實好忙啦個年，因為我哋搞好多活動啦。你做一個領袖嘅話咧，可能你背後做好多嘢咧，嗰刻係未必有其他人知嘅。但係如果有去到一個位就係你想叫其他人做嘢嘅時候，你一定要自己做。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即係令到我對領袖呢個即係究竟咩領袖，究竟有咩 quality 呢樣嘢都有特別嘅體會。如果你話寄語嘅話，就係大家真係要有好奇心。即係就算你唔係揀商界都好，開始未必會知道你自己想行咩路咯。但係我就覺得就係你 keep 住去 narrow down， 最重要係你要揾啱自己嘅興趣喺邊。而家科技係發展得好快，所以咁快就 narrow down 咗自己，淨係中意啲咩，反而係你要成日跳出你自己嘅 comfort zone， 跟住去試唔同嘢，因為你會發現喺試嘅中間，可能有啲嘢更啱你，或者係原來你嘅能力係更加強。